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arina。咁好多客人都問我，其實喺香港區會唔會有啲大型少少嘅新項目啊？咁我今日就會同大家嚟到赤柱，就介紹一個20年一遇嘅大型全新項目 One Stanley。咁呢度咧就會包含咗洋房、分層單位同埋一啲特色單位嘅，仲要係有海景添嘅。咁我首先會同大家去參觀一個3000幾尺嘅洋房單位。咁喺去片之前，大家記得俾翻個 like 同埋記得訂閱翻我個 channel 啦。我哋入去啦。首先同大家參觀嘅就係呢個實用面積3097尺嘅洋房單位。單位係以3層嘅開積設計，設有自己獨立嘅私家電梯。咁喺一入門口左手邊嘅位置呢，就係下廁嘅位置，而右手邊就係廚房。嚟到客飯廳呢一層嘅樓底就會有4.2米高，客廳長約6.3米，闊大概4.8米，間隔非常之分明。以落地嘅玻璃趟門連接返出邊嘅花園。屋苑係以階梯式設計，令到每個單位都可以享有180度嘅海景。上到嚟1樓就係睡房區嘅位置，喺呢一層就會係3房3套。每間房間都各具特色，而其中2間就會係同廳同向，享有海景。上到嚟2樓就係主人房嘅位置，喺呢一層就會設有一間書房。然後我哋再過去睇埋主人房，主人房嘅面積就大約會有360尺，間隔方正，用咗個屏風分隔咗寢區同埋衣帽間。而主人房亦都外連咗個露台，盡享返180度嘅海景。最後同大家上埋個天台度睇下啦。喺天台位置已經配備咗燒烤爐同埋一啲戶外嘅家具，仲有個雜庫池添。唔知望住個海浸雜庫池係咩體驗呢？最後就同大家睇下呢個驚喜位，我哋落到嚟地庫呢一度，除咗通往車場之外，發展商都喺度做咗一個酒窖嘅位置。睇完成間屋，大家有冇發現好似唔見咗個工人姐姐房咁樣啦？咁個工人姐姐房咧都會分開咗，放翻喺地庫嘅位置。頭先就同大家參觀完一個洋房單位，而家就會再同大家睇多一間1009尺嘅複式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就會係4房雙套嘅設計。上到單位，我哋經過自己嘅私家電梯大堂，入到門口，喺我哋嘅左手邊就會係我哋廚房嘅位置。咁我哋出返嚟就係我哋環形嘅客飯廳，喺我左手邊就係飯廳嘅位置，放置返個8人餐桌，外望返海景。而整個客飯廳嘅闊就去到大概8.8米，配返一個3.5米高嘅樓底，外連露台，同樣可以飽覽180度海景。上到呢一層就會係睡房區，單位係4房雙套嘅間隔，
咁我哋首先睇咗向山嘅2間房間先，咁一間就會設計成為書房，用返一個藍色做主調，亦都會有一個好大嘅採光窗。而旁邊另一間睡房，大家見到呢個色通，應該都估到佢係用作嚟做品酒室啦。咁我哋而家就去睇埋主人房同少主房啦。呢2間套房都會同客廳同向，外望返海景。嚟到主人房，經過呢排 L 型嘅衣櫃之後，就係我哋寢區嘅位置啦。而呢個主人浴室除咗配備基本嘅5件頭設計之外，更加會設有一個地暖系統。上到嚟天台，天台亦都會配備翻一個燒烤爐、濾水位，跟住放咗啲戶外餐桌，咁閒時就可以同親朋好友喺度燒烤。咁過嚟呢邊呢，亦都已經放置翻一啲戶外沙發同埋一個茶几。坐喺度睇下書、飲下嘢都非常之舒服。咁而家其實天台呢，另外嗰邊亦都會做咗一個澤庫池，閒時就可以喺度浸下澤庫池放鬆一下啦。赤柱喺近呢20年都已經冇新項目推出㗎啦。咁而家呢個 One Stanley 仲會包含咗洋房分層同埋複式戶型，種類繁多。咁如果你哋想了解更多有關呢個項目嘅詳情，歡迎隨時撳翻下邊嘅鏈接聯絡翻我。咁最後啦，如果中意呢條片嘅，就記得俾翻個 like 同埋記得訂閱翻我個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